特區政府將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，充分發揮行政長官喺特區治理體系中嘅核心作用，持續提升管治能力和水平，在行政主導原則下，促進行政與立法嘅良性互動，健全協同立法機制，加強重點領域立法。與此同時，積極推進法律體系現代化，透過加強統籌協調、優化立法流程等，加快重要法典法律法規嘅修法和立法工作。除此之外，將進一步完善司法制度，推進司法電子化建設，持續提升司法效率。同時，深化區際和國際法律合作，全力打造現代化法治澳門。